讲师慈悲，前道之功，坤道之功，讲师好。各位前贤，请坐下。看大家很有精神或许很感恩感恩上天慈悲，感恩天师的感恩上天慈悲有后学这一次因缘会当搁在一处伫遮学习好汉感谢天父师弟，感谢上天慈悲，感谢祖师的帮助，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带领，咱老前人的这个内德老前人的提教育有咱典论师咱前人典论师甲咱提拔有互咱的即次学习的机会那互汉等来到咱爱上的饭店总是拢有感觉讲等来回娘家，等来回娘家，互汉因为还袂结婚之前，互汉是原来咱爱上，咱父前人咱周前人了后，就是咱父前人甲咱领导的嘛。所以呢，互汉拢有一种等来到遮，看到一寡老同学，一寡家己的咱过去做伙学习学长还是一寡咱的道亲拢有一种亲切感。一套餐落遮，咱陈大德就甲好些来陈大德真的很热情嘛，大家拢讲足热心的啦，互我无一种转来厝的感觉互我会讲足欢喜，嘛足甘心的，会当搁再一次伫遮学习互我在初读册，对着道理经验，并无真深的做假。那互我今日就是用着一种的心得分享来甲咱大家叫做一个共同研究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成长。那后续今仔日要甲咱学习的题目就是讲圆满生命之言，这是咱道路中心一个指定题目啦。那由我们去选抽选候选题，选到圆满生命之言。互我感觉讲这个题目看起来敢若足简单的、足普遍的毋过其实咱咧做的当中，咱才了解讲圆满，敢若这两字咱要有法度学到咱的生命圆满，那这实在是若无进入一门深入的话，无去真正用心去体会的时阵，要安怎去做到？敢若讲都无法度讲到足圆满莫会讲要做到搁较圆满那互我因为就是讲含办，所以先来甲咱用一个心得分享所以圆满，各位前贤，后学先问各位前贤一下，后学想问各位请教各位前贤，完美跟圆满有没有一样？动动脑，大家动动脑一下，脑力激荡一下。一大早我们先思考一下，动动脑。完美跟圆满有没有一样？大家很有智慧确实是不一样。但是有前贤要甲互我分享一下，为什么无共圆满甲完美，为什么会无共？听起敢若感受敢若足共的毋过事实是无共。有前贤要分享一下吗？大家不用那么客气，也不用那么拘谨我们就用平常心，就用一般大家在交流的心态。圆满跟完美有哪边不一样？有前贤要分享吗？大家都很客气了那就或许来分享有前贤放拍手。圆满跟完美。很棒真的很棒，鼓励一下。其实后学他讲的很棒，我们再补充一下完美就是安怎？咱头壳内拢预定要求完美，所以你要达到完美无缺啦。伫迄个过程当中，咱会有啥物？
你要追求，一直要刻意去极力的追求完美啊，所以你会用尽心思、用心计较。所以伫即个完美追求完美的当中，你会有啥物有压力？甚至伊会安那执着，会执着，会足严重的执着哦。因为我一定无论要安怎，我就是要互完美，我无爱互伊有瑕疵嘛。所以我一直伫咧执着底下，一直往前，你咧执着。这个就是完美的追求，完美主义者的一个缺点，它会造成自己的压力、别人的压力，甚至就是执着心太重，会特别执着的。再来，圆满呢不一样，为什么？伊要完美的当中，圆满的当中，咱拢知影，咱人啊讲的无可能10之8九会不如意嘛。所以伫咧你要追求圆满的当中，你的是一步一脚印，透过了修，透过了心路历程，一步一脚印去行当中，你能包容不圆满，你能包容，甚至你能善解，甚至你能接受，到最后你还会感恩。就因为我无圆满，我会当搁较认真，搁较认真去修，所以包含了无完美，包含了无圆满。了渐渐一步一步印安尼修到慢慢达到圆满。哦，所以伊就是有理解、有包容、有善解、有感恩。所以为什么就是遮咧无共？哦，所以真正完美，伊是爱包含了、包容到不完美。哦，你嘛爱去包容前面的不完美啊。所以完美甲圆满就是差别伫遮。哦，那伫咧即搭遮，互法人讲看着一个，咱来分享的一个故事。故事通常讲书拢要进入讲题，拢会先讲一个故事嘛吼。即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渔夫，伊去打鱼、去捕捉鱼的时阵伊有一天去到足深海内底去掠鱼哦。伊拄仔捞掠鱼的时阵，拄仔好去捞到一颗珍珠。这一颗珍珠呢，很大颗。嘛足光滑，嘛足亮哦。好，伊足欢喜，伊甲迄粒珍珠捡回来，捡回来了后，伊就好足用心，足毋甘，就伫遐豆豆甲切啊，把伊切到清气啊了。结果无小心伊看到啥？珍珠的下底有一点乌乌，一点乌乌，迄叫做啥？伊完美主义者会讲，迄有瑕疵啊，迄有瑕疵。所以伊就想讲要安怎互迄粒，伊搁要讲即粒珍珠本来价值连城。结果互伊一点的乌乌，伊煞怎么感觉安尼足无完美的？伊就开始摕一支迄落美工刀啊，去豆豆甲画啊，一天画我，一天甲画到尾你敢知影？迄粒珍珠到尾怎安那？破一空头过呢？迄粒珍珠到尾安那？无价值来，无人要甲买啊呢？所以就是讲，要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咱有时看欠了足济，迄落人讲得不偿失啊！迄种后果前因后果拢无去思考着。但是完美咱要修的过程当中，咱会安那？咱会足顽强的，足去包容的，所可以善解的，所以生命若没有远跟远，就是等于平行线，就像平行线安尼，永远都无迄个交集啊，会无交集啊。就是因为伊敢若圆就是圆，圆就是圆，所以它就是一条平行线，没有交集。但是生命的圆你要完这个生命的圆，必须爱安那有交集的融合的爱去完成的所以这个当中，咱爱有透过修炼来补圆补缺，补咱迄个不足，迄个圆。本来有缺陷的时候，一个圆。它有缺陷的时候，本来就是有一个缺口的时候，咱要安怎去甲修到尾圆满，迄就是透过了咱点点滴滴，一步一脚印去修，落实去修，安尼咱才有法度通去填补这个圆满。所以伫遮内中就是讲，圆满是不等于完美的。第二，咱来讲到圆甲圆的奥妙，圆。所有的缘就是讲因缘的牵引，因缘的牵引，
机遇的相遇，人讲因缘拄着啊，机遇碰在一起了，所以迄个缘就牵出来啊，就牵引起来啊。所以人讲千里有缘，千里另相会，所以就有一条因缘线甲咱牵掉的，这因缘相聚的时候，那缘呢是安那？是透过了你的生命当中。有去修慢慢修一步一把缘来修到变缘，伫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是去修，所以无圆满，你会当修到变圆满。所以这两个是袂当分开的，是一合而一体的，相辅相成的。所以缘甲缘的奥妙，咱来看一个影片，或许是感觉这个12因缘，先了解一下，让大家先了解这个。因是种子，缘则是促使种子发芽的条件。在这样的轮回中，12因缘是如何牵引我们的呢？这趟看似没有终点的旅程，就从无明开始。无明，也就是潜藏在我们意识之下的种种烦恼。有情众生因为一念的无明烦恼，进而从身体、言语、念头造作各种行为。过去世的无明与行，是我们今生为何而来的因。这些行为深入我们的八识田，产生业识，而后随着业识投胎，在母亲的肚子里形成只有心识与胎形的名色。之后，眼、耳、鼻、舌、身、意6根在胎内成长完毕，于是六入成形。出生后，借着6根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接触，从而产生喜怒哀乐等感受。因为感受到快乐而升起爱好和欲望，想要进一步追求，引发身口意的行动，结果造下了有，也就是未来的业因。从业识投胎成名色的瞬间开始，进入了我们所处的现在，而我们此生的种种行为也埋下了未来投生何处的种子。随着业因与业力，有情众生继续在六道中受胎，生命的个体再度形成。有了生，也就有老死。身体死了，但是意识与无明永远不灭，往下一世而去。当我们结束了此生，又将依循过去写下的剧本往来生而去。在因果互相影响下，12因缘就像一条链子，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3世的生命紧紧串联在一起。如果要改变生命的走向，甚至斩断12因缘的锁链，就要淡化我们面对外境所生出的种种感受，不让自己因为感受而造作业因，为自己预先写下离苦得乐的生命剧本。所以要离苦得乐，必须要斩断咱的12因缘这个12因缘要先斩断。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因缘里，这个因缘里在打转，为无明开始生，行到尾啊，咱阁是共款，阁生倒转来，拄好伫遐咧轮回，伫遐咧轮回。咱后面就会讲到因循环的问题啦，所以呢，天缘地缘，万物循环，天缘地缘，天是圆的咱来看为珠海开天，抽回辟地，因回生理，一直到轮回，到海回混沌，最后呢，就是一个周，一元死，一元时，所以最后又从头开来。所以天地的循环，咱要注意个时刻后学常常在思考。这个循环就是在告诉我们，天道就是周而复始，告诉我们就是不断的在那边，天地万物它象征的就是在周而复始。所以伊安尼圆的生一日，
生一年，赶快到会有个随的，所以终就是始，就是开始，开始就是终，所以伊是一直伫遐生因苦啊。但是咱的因缘地缘呢，就是咧告诉我们就是什么，象征着所有万物皆都是怎样，它是宽广，咱的有地伊是宽广雄厚，度量大，所以咱若看地，来看地球是绕着月球走一圈，咱拢知影，伊若自转一圈是多少？1天24小时。但是它如果是公转一圈呢，它是1年，伊是1年365天。所以伊嘛是就是咱若是日复一日，一年日复一年，伫遐咧踅到尾啊呢，嘛是搁踅倒转来。咱来看咱的时钟，为即摆12点开始踅到尾啊，中昼12点。啊，12点了后，伊搁继续踅1点，踅到尾啊，倒转来，搁12点。所以一天就是拢伫遐是圆的伫遐踅，这就是咱去体会到讲，真正天道道理就是周而复始。咱爱学习天遐尼圆，地遐尼宽厚，遐尼宽厚，啊遐尼个迄个圆爱有安那宽。爱看，所以咱有啥物咱道场拢一直去教育咱爱去广结善缘，广结善缘。即个人缘人和足重要，人和足重要。咱若即个人缘无做好，咱以后要成就到，要去讲会受到咱讲成就咱家己的心境提升这有时啊嘛是真正爱足大的功夫啦所以万物循环都是这样，周而复始，伫遐咧循环。这就是第一看天甲地，咱就有效法看得到的我们就知道天地之间它都是一样循环。那因果是圆的，淡然于心，因果嘛是同款当你一个念头起起，种了这个因了后，绝对有一天会成就这个果。所以前因后果，这拢是圆的，嘛是同款咧甲咱讲因果一旦种了，念头起啊，起心动念起啊，了后种了这因种了，到尾有一天原来果会成就，所以因果伫遐循环。所以咱爱安那淡然于心。当好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咱爱平静，爱镇定。后学这嘛是爱学习的啦。有时候我们拄着代志，哎呦要安怎？会紧张，会安那，无伊紧张落去，咱就无啥，拢失去了，拢迄个无主啊，欲行无主啊，咱的真主人就拢无伫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要怎么去斩断这个因果呢？靠的是我们的智慧剑，智慧剑。咱爱有智慧，有智慧，咱才有法度去斩断这个因果，透过了一步一脚印，如法去修的话，有时啊，有一天咱会发现，说互我拢有亲身体会呢。咱若心境上愈清净的时阵，拄着代志，你有法度愈镇定的时候，你在处理事情都是怎样，足顺的，足平静的。到尾啊，你的代志会安那足容易的过，很容易就很快就度过了这个难关了。而且你的心越清净的时候，你智慧越流露。你智慧越流露的时候，你当下就跟你上天之火的频率接通了，就接通啊。有时啊，咱互我会想讲，我嘛歹，但是有这有智慧，我家己嘛感觉讲。咱就感觉足意外这件代志发生，我有法度通遮尔平静来处理掉。这个是因为咱家本身苦着的，本性本自清净的，伊就是爱去苦着这个正能量出来，咱才有法度应对外口的征兆啦，应对征兆。所以呢，佛教人讲诸法因缘生，前世500回魔。人讲500年修得同年路1000年修得共枕眠，这拢是咱过去修来的。所以人讲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所以咱过去世所结来的，这世有可能来做咱的囝儿时世，咱的囝儿时世会足有效的迄就是要来感恩的，来报恩的，咱拢常常听人安尼讲嘛若这个囝儿时世足无益的啦迄咱拢就讲啥？
讨债囝，迄就是来咧讨债啦，这咱古早人定咧讲嘛，啊，这事实哦，事实。所以咱为什么会想讲白白这囡仔白白为咱的腹肚来10月怀胎出来？这个囡仔的性质会遮尔乖巧啊，遮尔友好，啊，这个囡仔奇怪为什么会特别五激啊？啊，这拢是安那因缘交你结来的啦。有的是要来害债，有的是要来讨债嘛，所以换得今生擦肩而过啊，弘一法师就讲了一句话啦，伊讲一句话，伊讲甲足清楚的哦，伊讲没有任何一件事，没有任何一个人无缘无故到你的生命里来，无迄一个人，其中什么人无缘无故伫你的生命内底出现的，伫个某年某月出现的这个前显，这有可能过去世咱已经交有结这个善缘啊，所以这拢是过去所结的，咱今仔日各位前显，咱就当同聚一堂在佛堂。这个是咱过去有结这个正上面的能量，咱大家有聚集啊，前世咱就有结这个善缘来啊，对不？所以为什么咱能当同聚一堂？什么力量？这是因缘善因缘在甲咱牵引。啊，无你也看，后带伫对呀，后带中央的呀，后带伫对呀，护法较远，护法为台北来的，对不？为台北来的嘛，来共聚一堂。啊，无非就是这个道缘甲咱牵引来的，所以呢，命里中有时终须有，命内底若有的就是有啦，啊命内底若无的，唔好强求啦，所以一切拢是天意，就是咱的因缘守者来天意，所以我们要珍惜啊，一切事端呢拢是缘，啊，咱来成就保护好的缘，啊，唔好去结无好的缘，善恶缘啦，因为安那。一旦结了恶缘，后世也过来，后世一定会来，所以呢，这个因果关的因缘关，我们要先搞清楚，后面我们才有办法再深入讲下去嘛，所以呢，一念成也，妙不可言。各位前显，咱有这个感受无？有呢，这个人明明我暗是捌奇怪，看起当初次见面特别亲切，对你我安尼足切，安尼足亲切的，足有爱缘呢。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奇怪，我嘛毋捌你来看起伊安尼，足无爱缘的，有无？为什么？咱拢有听过讲师讲过嘛，咱尊者伊有一间人去化缘的时阵，讲伊化无，人个人用扫帚头甲讲出来，尾后叫人别人搁去甲化缘，人伊敢若送，搁叫伊用伊入来内底坐，这拢是安那？等于请示fund道甲讲啊，过去世伊所结的缘，咱是看袂着咱过去世，所以为什么咱讲宗教就爱讲安那？当你迄个心念起心动念的时阵足重要。你起一个善的念头，一旦你这因就尽去啊。所以一念成也，妙不可言这互咱所歹讲的，人讲袂利啦，讲袂清的啦，互我就起一个例啦这是真人实事的。互我是知影一个讲是迄个宝光见的一位太太，她是差不多五六十岁的太太了。伊有一厝就是去互人倒来求道来佛堂求道了后。求道了后，伊感受到佛堂的磁场足好的，感受到道亲大家对伊足亲切的，感受听到三宝了后，讲师讲甲足好的，所以伊转去，伊起一个念头，我要转去度我一个姐妹头，我好姊妹仔看啦。伊第一个当下，伊就要转去度伊姊妹仔，互学嘛有即种念头的，互学迄阵打求道了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倒来度我的爸爸妈妈。这道遮好，会当超生了死，我无爱互我的爸爸妈妈落地甲去。所以我第一个念头嘛是讲要来度我的爸爸妈妈。伊这一大姐伊求道了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讲，我要去度我迄个好姊妹仔看。结果伊去度伊一带兜啦，度了。伊去带因兜附近尔，伊逐工拢差不多7点就紧食饭食饱。就去因兜，因伫隔壁无偌远去到因遐来学坐。伊就讲，某人你今仔日来有啥物代志伊讲无我来甲你坐坐看看的安尼啦，就陪伊食饱伫遐看电视。看到电视了
伊就甲讲，啊你是有啥物代志？你总无可能来陪我看电视尔啦。伊讲无啦，我都想要招你来拜拜啦。哦，我有顶礼拜啊吼有去拜拜，啊足好呢。安尼啦，伊讲啊哪拜拜啦？伊讲我袂晓讲呢，啊都足好呢。安尼啦，第二天搁去。 同款的时间，搁同款叫伊陪伊遐食饭，搁看电视，看到电视了吼，咱拢知影下昼搁看迄8点档的，看到9点，看到了，电视关起来，咱床骹拢较早困嘛吼，差不多9点半，伊才搁坐遐，伊讲无啊，某咪人啊，嘛爱困啊呢，啊你时态搁伫遮济啦，啊你是要创啥啦？伊讲无啦，我想要招你来拜拜啦，啊要拜拜，你著甲我讲。 安怎拜拜？安那偌好？你唔讲互我听啦。伊讲好，真正足好诶。啊，毋过我都袂晓讲，迄落好好甲互我袂晓讲啦。啊，你著姊妹仔，我袂骗你啦。你叫我来一届，你就知影。伊讲后迄落人安说，要招我去拜拜，问看你是咧拜啥？啊，问看你是安那好，啊毋讲，啊毋讲，我要安那叫你去安尼啦。第二届佫无成功，第三届佫去，佫坐，拄啊安尼经过几届。 16次16届，各位请选，咱拢知影，国父是拜几次？哈，10次哦，第11次成功哦，其实伊迄失败啦哦，10次拢是咧累积的经验，嘛毋是袂使讲失败啦吼。所以伊16届，第17届，伊安那因囝盘，因兜规家的人拢叫伊啥？拢甲伊号做啥？ 我家叫真好诶啦，伊讲要去拜拜，也说真好啦。啊，问看伊安怎好，伊袂晓讲袂出来啦。规家全拢家合作真好诶。妈妈，我甲你讲，我有迄真好诶伫遐来啊，去走一遍，去走一遍，安尼啦。第17次，哦，就安尼17届，第17次，哦，16届啊，搁伫遐哦，你走一遍哦，怎么走一遍？你伫咧后壁吼，迄个较晚低调诶遐啦，即摆饲电铃因咧囝来。 讲，真好阿姨，你是要找我妈妈哦？我妈妈无伫诶，我妈妈讲伊无伫诶。阿姨，你囡仔讲伊，你细汉你还佫甲讲伊妈妈讲无伫诶，啊，即个真好诶，就知影讲啊，这咧骗我。伊讲好啦好啦，我知影你妈妈无伫诶啦，啊无你后壁借我上一个电锁诶啦，吼，小我上一个啦吼。啊，伊就知影，为后壁遐去看伊去比伫迄个红光卡低调迄个红光卡遐。 伊讲好，某某人你真正足无够意思诶呢。啊，咱姊妹仔一场，你有必要安尼比我吗？安尼啦，伊讲啊，你足鲁诶，伊讲真好诶啊，你真正足鲁诶呢。啊，你招我要去拜拜，问你看安怎好，你也袂晓讲，啊，干那直直甲我定。哦，我实在你也毋知是算衰还是算好安尼啦。啊，伊讲来啦，你就算互我骗骗一摆啦。 你叫我来啦，来一遍就好啦。吼，啊，伊已经互伊变甲伊安那会烦，伊讲，哎，好啦好啦，算我衰啦，我叫你来一遍啦，吼，我叫你来一遍，讲啊好哦，咱讲啊好哦，讲啊定哦，一遍尔哦，以后你袂使搁叫我哦，哦，就即摆约咧，啊约咧伊就去通知点嘛，是通知咱的前线讲要拜拜嘛吼。 啊，就开始款落去换啊，安尼说要拜拜，啊去好带去，道亲团啊，大家总有礼节，咱总有礼数，安尼家招好啦，摕面巾啦、捧茶啦，安尼啦吼。不伊感受讲，这无共哦，这敢若磁场足温暖的安尼啦。过来哦，就开始道义，要讲课，讲三，要进入点得进前有前线要家开始道义嘛，讲师的要家开始道义，讲求道的一寡好处嘛，哦。 啊，搁来求道了后，拜拜了后，起来，搁听完三本，闭班时，迄个真好啊呐，目屎我流落，啊摸着因这好姊妹啊看，你吼免讲，真好，我知影，真正真好，哦，你迄真好，你袂晓讲，我来甲你讲，哦，真正有影真好，结果两个姊妹啊，带来甲斗啦。 因迄个砖头所为啦，各位先生，总共度几种互咱用？总共度了500种。好。各位先生，所以咱讲一点的虔诚的，咱感动天就是安尼。当你的心即个真好的呢，伊无啥物念头，伊起了即个善念尔，
就敢若讲，我足诚心要来度伊来引导，敢若即个2条线了尔，种了即个善因落去，上天交感着。你看伊也袂晓讲道理，嘛袂晓讲求道的好处呢，无咱小婆嘛晓讲会当超生了死，会当开智慧，会当了发生死，对无？啊，毋过伊就是拢袂晓讲，伊讲我都袂晓讲，啊人也叫真好，你看，哦，即个名嘛真好呢，然后人要叫我真好，我嘛足感恩呢。所以了后，你看广结善缘，善缘一旦进来，这就是一个贵人。各位先生，咱敢是拢是家己的贵人，嘛是兄弟姊妹的贵人，是毋是？对。所以咱起了这个善良，真正会交感啊！哦，互法感觉讲真正互咱足赞叹这个前线，这是迄个宝光剑的一个实力哦。哦，咱毋是哦，去度人度一遍无成功，无爱啊，无爱过去找啊，2届无爱啊，3届无爱啊，拢讲伊的姻缘啊袂成熟，咱是毋是拢会安尼想？但是人伊安尼17届才度成，到尾啊，你看真正的人度了度透透，伊讲你袂晓讲，我来讲，真好诶，你袂晓讲，我来讲，真正伊去讲，啊，咱袂讲，你袂晓讲，我知影，我感受。所以各位前贤，有时候或许会感觉讲，真正咱的2头最重要，咱的2头。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起心动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咱家己的起心2头。为咱人一个人来生，咱也想，这个人来生的时阵，咱一个人来生，咱是毋是足纯真？是纯真，哦，是足纯真的。刚 baby 讲一声，伊是用美抓，所以他的本性是纯洁、善良、纯真的。但是慢慢了后，接受了所有的。哦，知识啊，互咱的识心去家己，识心，这个识哦，开始去学习啊，去学教堂啊，去和妈妈、爸爸、朋友教，开始你的识啊，你的自心内底有自我意识伫里啊，慢慢你就会变啥？会起心动念，你的念头就动念。当你起心动念了后，到尾安那变妄心啊！你的心就妄，不再像以前小时候那么的天真善良。哦，那么咱安尼想，本来是一个天真无邪，为什么到尾会行到这个妄的心呢？变妄的时阵，你就安那有用念，啊甚至会讲白贼，啊就拢做有背道而行的工课啊！哦，你的心念嘛无正，所以为什么咱啊即摆修道就是要安那？要圆满，咱的生命要圆满，咱来安那逆水行舟，甲伊修道转去，修道转去就是安那。因为咱头仔就是为不觉，不觉啦。咱即摆已经安那到妄啊吼，伊无妄就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为不觉当中，你爱还修倒转去，为世觉真体透过了真理道理了，你就有安那，道理甲我，法语甲我自论，听了一条道理了后，我慢慢我萌生你的心意，你的心念，你的心内，迄无好的迄污垢开始咧洗地啊。哦，咧时地慢慢咧净化，慢慢在净化，你的本身咧净化，所以净化了后，你开始即条道理听了，听过讲师自论的道理，法语自理了，你开始有觉牢，有知道，我安尼安那做对哦，啊，我这心念起起安那无好哦，袂使哦，啊，我修行学道的人哦，我袂使有安尼气压条，袂使安怎哦，所以你就会去怎样回光返照你自己，会反省。会反思你的思维，你的心念，你就会透过反思、反观自照，了后你就会安那回归到安那本觉，这就是你的本灵，就是这个真，回归到本觉啦，本觉就是你的心，就是清净啊，所以就做甲因讲安那，善知识见亮见自本性，自修自净。自性佛道，六祖甲咱讲啊，所以咱爱亮见自本性，
建立你家己的本性，迄个清净的本性，自修自净，自成佛道。第一就是爱随咱的心念头先去做，吼，迄个念头迄最重要。当你念头就是咧牵引的，迄个念头就是因，哦，牵引了你有行动去做啊，哦，了后起心动念啊，就会去做啊，就会达到某嘛，哦，啊，所以透过了修，就是要甲你的生命回归到圆满的当中，爱透过了修，透过了甲你的念头转落来。为识转为智慧，吼，有智慧，所以你就法度去安那，甲迄个杂草啦、妄念啊，甲伊斩除了，吼。所以过来就是讲，缘缘昧，吼，缘聚缘散，吼，缘在的时候，咱来习缘；缘低的时候，咱来好好把握来习缘，哦。所以咱珍惜才能拥有，有珍惜才能拥有嘛。所以随心而行，随缘而安。要做到安尼，就是讲你缘来，哦，缘性、缘体性空嘛。缘来的时阵，咱就爱好好珍惜。哦，足侪咱有时啊，咧人生当中，即个代志拢定讲啊，买菜拢上慢啊，哦，因为咱都无法度把握当下，所以就是已经过去啊，缘已经过去啊。啊，过去就是安怎？你的缘分已经。失去就是缘分，失去就是已经啊，你的缘分已经退场了。缘一旦退去啊，你搁安怎去搁去安那补偿都已经袂有啊，哦，所以它已经退场了，已经过去啊。所以你搁伫遐强求啊、执着啊、违心啊，就拢袂存在，嘛袂和平，嘛袂清净啊。因为你的缘已经过啊，所以咱来向道向善感恩才会长久。咱来把迄份的心，哦，爱家保留好到伫迄个清净、迄个智慧的本体迄个当中，啊，把握当下缘来的时阵，像互我感觉讲，这是互我的缘嘛，哦，会当来遮学习嘛，所以互我感恩来把握。啊，有诶讲，哦，啊，风台来你嘛累哦。吼，像迄个好学诶弟弟啊，讲风太来你也来哦，哦，好学去家弄问啊，去找伊啊，伊讲你会来，我门拢环台门拢锁串的啊咧，你也落来哦，我讲对啊，因为台北个风台台南遮也无啊，所以我嘛爱趁机会你紧落来把握吧，这是咱的善因缘，咱会使去甲放弃，对无？所以我嘛是讲，听到阮爸母吼，停班停课。好学先生就见，头仔快来紧好啊！趁风台还袂足大，北部风台还袂足大时阵紧嘞。所以有时候缘到我们的机缘遇上，我们要把握。哦，迄个善因缘来啊，咱就爱把握。哦，无等老甲过去啊，吼等下你知就伤慢啦，拢是太悔恨的，遗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己要把握啦，要把握。所以的醒心经教内底甲讲，伊讲因缘念上起，念上起因缘，梦觉即云梦，梦醒亦虚寒，亦虚玄啊，梦醒经内底甲咱讲啊，醒心经甲咱讲，是因缘念若起哦，迄个念头若起，念念牵流，有时啊，互我肝仔有感觉的，最近咧做即个题目的时候，我定定去思考家己。但有时啊，你灶骹咧煮啥物件，面面即伫遮切菜哦，我较先爱去想着讲我敢若欠啥物件无摕出来，冰箱搁去摕，即摆摕来切咧，伊搁想着讲我敢若搁倒一项无摕，一个冰箱一开，阮查某囝转来讲，妈妈，冰箱为什么在流汗，在出汗？有时候我们的念头真的很奇怪，不是我们能够掌控，但是后学真的透过这个题目去深深体会。真的，我们的念头随时千里马，安尼一骹拢几啊点，即摆咧做啥物工课，有时啊咧想啥物代志，拢无共个就对啦。所以因缘念上，迄个念若起你有时啊，咱家己爱做斟酌，迄个念若起念伫遐去起迄个因缘啊，咱着爱紧注意啊。迄个印啊，迄个咧爆啊时咱着爱紧甲念掉。迄个无好的念头，迄意咧不意啊，咱着爱紧去甲念掉。毋好等候到伊发芽啊，等候伊开叶啊，安尼已经袂有啊。所以梦
梦，梦啊，你若嘎哦，有时候或许在思考一个问题。修行学着吼，重要是啥物？足重是这，咱修行学着真正爱用心起来，去觉见有无，去体无。如果若无用觉去体会的话，有时候道理在听了多，嘛是无法度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要达到圆满的生命，没办法达到。啊无咱若想啦，咱伫道场已经听过几班的道理啊。讲书会使讲绞尽脑汁力咧讲因的道理。即班的道理，这讲书足甲讲的足赞的啦。但是足赞的转去了后，咱敢有去甲伊回思讲，讲书咧讲的是啥物？我敢有甲伊落实伫日常生活中去甲做看卖啊，去甲做看卖，去甲体会看卖啊。若无去做看卖啊，都毋知影讲书咧讲啥。有可能啊，各位亲戚，咱伫遮听完了后，讲完我生命之言，一个月了忘光光了。真的啦，不是各位浅显这样而已，包括后学也是。所以后学现在都是会这样，道理听了，这句袂歹，做看卖啊，来做看卖啊。虽然当咧做的时候无介好，毋过你伫咧做的当中，你着安那，你着有体会，有体会，你着有觉悟，有觉悟，你着会当修着。所以阮沈讲师吼，伫阮后面吼，是一个讲师群内底拢咧培养讲师。他就讲过一句话，或许永远都记住：道理袂大，道理袂大，真的道理不能教。为什么？是爱靠你家己去体会、去体悟。你若无去体会、去体悟，一场道理听过了，迄是讲师的摕的心得，是讲师的心得，不是你的心得，因为你没有去做，你没有心得。你只是敢若听你这个道理这场。只是在这个表面这个论述上，你听了之后，当下觉得礼拜哦，这样有道理哦，但是很有道理，你没有落实去做，倒在过生活你伫咧生活当中，你无去改落实去做看卖，你无法度去体会，对，所以有时候一场道理讲下来，或许都想说，重点伫对呀，做看卖呀。真的，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去做看看，对所以呢，伫咧泡营当中，就是咧讲咱这个梦觉即不梦。当你觉了后，其实没有什么梦了，你清醒了，没有什么梦了，你都会觉得这个泡营名利啦，财富啦，甚至这个身体到最后都是泡影，都是泡影。所以应家大师这样讲梦里明明有绿厝，觉后空空有大千。伫梦中梦到足逼真的啊！我有一摆我在困梦里因为可能就是工课上压力啊。一天6点落咧广播，陈秀英请到 A 产线，陈秀英请到 B 产线，陈秀英请到 C 产线，或许是公司的敢若唯一的一个巡检人员，全场都是要靠后学去检查。因即摆拢是把对象搞错了，有什么问题都是找后学啦。后学也是来者不拒，好啦，会当到3天就到3天。所以一天到尾讲广播广播到后学拢楼顶楼骹那种压力足大呢。转去一天梦去到梦到足认真，有人搁咧哭我叫我紧去紧走，有人伫后壁咧甲我叫，后学向向怎我半暝喊一声，怎我哀起来，先生讲，无你是咧安怎困咧后边哀声？足逼真的呢，逼真甲你有法度通去讲到，所以我伫咧梦中醒来哀起。所以梦中醒着了，咱就感觉讲这毋是啊，这就是原来是一场梦的，迄拢是空的。那这个明明内底足逼真内底就是安怎？是因为你安那，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你就是你的心就是去用绑伫遐，纠结在那边，绑在那边，所以你跨心在那边，你就会有怎样？你就是会放不开啦。无人为什么困袂去？奇怪，为什么困袂去？你个念头啦，伫遐转有一个物件你挂来，你就困袂去啊，真正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说真的啦，大家在学习
放开放下2个字说得很简单做得不容易，但是我们也要做做看，爱家己去放开看卖，爱做看卖讲要完全放下无可能一步登天啦。但是上无咱嘛讲先家己家己看开，不要把这件事情要放得开看开。所以生命都在呼吸之间而已，吸气，让我们自己放下烦恼。平常我们在吸气、呼气都没有什么感觉咱拢觉得停下来好对，就是安尼足自然的。不过有时候你自己静下心来，其实这个无形当中，天地咧创造万物，包括咧创造咱拢共款，伊拢有伊的道理伫内底。所以当你生命咧呼吸之间，你有没有？生命就是在呼吸之间而已你一口气若无吸下来，若无搁放出去，无搁吸下来的，再见拜拜啦。所以如果在吸气当中，你是告诉我们要怎样？要深呼吸吸入去，安那爱摆放，打快乐放。吸气的呼气的是外嘛，2氧化碳让它呼出去。所以当呼出去之后，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回归当下，把你的心回到你的东方所以有时候透过这个当中，我们就会去了解，或许去有这个去这个塑料店内底，互我去买一个海苔，拄好去拄着一个咱迄机芯的机芯的，换咱平地做的，伊是机芯的，迄个老板娘。后雪都会去跟他稍微去买东西都会跟他打招呼。有一次后雪看到那个大姐，她的脸平常都是招呼客人笑眯眯的，有一下互我记的神态，油头甲面互我后雪看着讲，这做生意人拢嘛是招呼人回来笑眯眯哪会是这个大姐行无真打菜面油头甲面后雪就来关心她，后雪就来讲，大姐。你今天是身体不太舒服我唔敢讲你有心事迄安尼上过开门见山后雪讲，你是倒也无爽快伊讲，无无，我爱看你今日无啥精神拖这大屁我感觉讲，你来拖这大屁我就知影讲有心事我就讲那大姐，你是啥物代志若有无的甲互会使大家小分享一下啦伊就讲我大家啦身体无好啦已经几啊个月啦拢倒伫眠床啦我想讲阮着咧卖塑料的啦，伊就是咧开大班啦，伊讲伊想要了愿，他想要了愿，把他们家的塑料啦他要去承担煮要承担煮这班的便当啦。要搁因兜的材料要寄结果伊先生唔肯啦，讲伊先生遇着即件代志，甲伊骂啦。因为先生较无道理，较无遐明理，伊想讲要安尼起来做功德回向互因的婆婆啦。伊结果伊先生唔肯，伊先生甲伊骂讲，你是头壳讲着迄落菜料敢免煮你搁爱去伊咧顾店免搁顾店，你要搁去分顿煮食，搁煮食咱兜也无快速。也无啥物，你是要安怎去甲煮食安尼啦？甲伊念毋讲为着即件代志，为开始甲伊先生讲甲念规礼拜嘛，会甲伊念规礼拜，嘛甲2个到尾啊冤家啦，啦，互我就讲，互我建议你啦互我就甲讲无建议你啦恁先生也咧念你骂你的时阵你拢默念五字真经，莫甲伊回啦。不要应他啦，咱既然有迄个心，人讲人有善缘，天必降吉嘛。你有迄个友好的善念，当然上天一定会照感。所以咱多靠手，多靠手，你就安那默念五字真经。伊若咧骂你先生咧骂你拢感恩默念五字真经感恩。真正过了一段时间，伊先生讲，即个人太拢袂兴趣应字伊煞惊你讲，这个人我若咧念伊，就拢会面摆臭脸给我看今天怎么不会摆臭脸呢？还笑了，还会感恩的，感恩咯，佫会袂记你了后，伊先生到尾来思考想了，我太太嘛是总有心的啦，因做媳妇嘛真友好啦，老母嘛是我的啦
伊家己煞颠倒去到尾，迄个先生甲太太讲，行啦，铁门落来啦。伊讲啊，要去落，我载你来迪化街买快速路啦。去哦，拍三组的快速路转来哦。啊吼，搁去因先生搁去甲伊咧问因厝边的因迄道亲啦吼，讲叫伊来斗三工煮啦，会搁去甲伊发落张罗这个的前线别人斗主角。好，结果迄个伊真正去甲伊了完，吼去煮了几个便当，80几个便当哦。哦，啊，人伊安尼欢喜，甲搁甲迄数量嘛拢贡献出去哦。啊，伊甲迄公伊回向因婆婆，结果因婆婆了，身体开始慢慢在转好啊，慢慢就有转好，气色也比较好，啊，身体也比较好。哦，啊，后续经过了来2礼拜，搁去甲伊买物件时，哦，这太太，这老板娘就会笑安尼。哦，伊讲哦，哎，谢谢啦，前贤有你安尼甲互汉安尼鼓励啊，互我嘿。互我拢讲啊，咱拢是有缘人，啊，互我个讲来遮交你熟识，就是来遮买地，也许咱过去有种即个善缘来啊，哦，所以一点善缘，啊，咱夫妻之间，咱来调整自己，要调整自己，要把烦恼放下，哦，啊，要回归当下。或许都心里有要遇到事情，或许真的都是默念五字真经，对，啊，把我的气调，要生气，迄个要骂出来，迄个吼。先改深呼吸，为什么咱来太太吼，咱拢有生过挑战啊？迄个惨痛的时候，师傅叫咱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迄深呼吸就是要教咱安怎，爱放下烦恼，放下烦恼。你深呼吸了，你也袂记，你也袂听。所以有时候真的深呼吸会让你暂时性的，但是暂时性后面你要用什么三宝，把你的三宝回归到你的清净的地方，回归当下。哦，所以透过调伏，心灵的平静有2种，一种是不会平静而无知觉哦，这就是咱本苦流的，哦，本苦流的苦足的，迄就是讲咱的智慧比较流的是平静的，是知觉的。哦，所以清净是觉知的平静，清净就是你的觉知。透过这个感，透过这个你会当回归到平静，回归到清净。哦，所以有时啊，咱就是讲一起努力。哦，再来第3，迈向人生的圆满。要怎么迈向人生的圆满呢？所以第1就是讲，对，咱来善护心量。拄则咱讲啊，就是无非也是咧讲心量。哦，心量。所以你的心量要先保护好，这粒心要先修好掉嘛，修好哈。啊，所以重点拢是伫咱的心，修道修心，咱老师甲咱讲甲足清楚。修道无非嘛是咧修咱这粒心尔。啊，迄个骨头吼，我讲指头爱抓着，倘若你咧搞招搞到偌一招，迄个指头迄个骨头就是伫咧心量，迄个心量处，迄个思维迄个心量处。所以迄个所在你爱善护念，哦，善护念，爱守心，哦，爱修心，爱护持好条。所以圆满慈悲，安尼你就我讲去做个圆满慈悲，吼。啊，再来对于我咱来啊，让爱去流动，把咱的德爱，将小爱化成大爱，把小爱化成大爱，去了无去了因缘，咱的因缘拢有过去咱带来的因缘，各人的因缘都无同，每个人的因缘，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命有无同，因缘无同。所以咱要去了脱这个因缘，咱就是爱安怎用感恩的心，用智慧的心，哦，用欢喜忏悔的心，安尼咱才有法度去了这个因缘。所以把这个小爱，咱这个小爱，家己吼，咱拢足爱咱家己啦吼，咱拢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吼，所以咱拢会先爱护咱家己，啊，毋过爱护咱家己嘛，毋是毋对，先利己。再来要达人，咱就是爱去小爱化作大爱啦吼。对我咱来推动出去，把大爱化推动出去。所以净化根心，常保决心力量。哦，我感觉讲真正这足重要。你爱把你的心量本处爱净化。过去所理了的一切无好，迄个脾气无病啦，哦，贪嗔痴爱啦，这无好的咱拢爱安怎？哦。是恶八邪，咱这拢爱家己啊，慢慢来清洗，爱净化掉，啊回归啊那八定，哦，啊回归了清净，啊那常保咱迄个决心，咱迄个觉性才会流露出来，智慧流出来，觉性就会出来。
像咱拢知影，咱若半暝咧困贼仔来啊，你会提高警觉无？会吼，咱若我感觉讲，咱会困到半暝啊，我听着咧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啊，咱就感觉有迄个警觉性啊嘛。啊，警觉性来了，你就感觉讲，咱会动静愈来愈大时，咱各位浅浅，咱若发现着讲，啊，这就是贼仔来啊，所以咱是第一个，咱就觉性就提高啊。啊，提高甚至咱到尾会话讲啊，惨，会发一句惨，对无？啊，迄惨啊，后咱发一句了，伊就安那，好，惊着紧走啊，逃之夭夭啊，对无？各位浅浅是不是安尼？啊，毋过咱敢有迄个提高觉性，咱的功德，咱的功德惨啊来啊，咧甲咱偷咱的功德啊，吼，咧偷咱的智慧啊，吼，啊咧偷咱的功德啊，啊咱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开了，来佛堂安尼趁安尼1箍，啊不知不觉安尼开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讲，你家己迄个觉性无够，你的本性无够清明。所谓的清明咱就是爱转化习性，把咱的习性转化掉。咱人就是安那，咱人就是安一种习惯性惯病，足歹改的，足歹改。所以有咱世俗人拢讲一句安那，讲迄个本来的体质啊、体质虽然重要，但是习性更重要。你这人体质袂生落来天生落来有一个真好的身体无毋对，毋过你迄个习性、迄个惯性啊歹的话吼，一天、2天、3天、1个月、1年，日积月累，你的习性啊歹，到尾你身体规种嘛会歹了。啊，你都拢食一寡垃圾食物，啊困3更半暝才咧困，熬夜，对啊，再怎么的噼啪身体，到尾你身体本体身体本质足好，到尾嘛是会老坏掉了。所以转化习性很重要，觉明心性见了人的主行。所以人间有潜能，只要被习性掩盖了，被时间迷离了，惰性就会消磨，你的惰性就要消磨去啊。所以这个习性足重要。众生真的很可怜，如果此生不能福报觉醒，那么大多数人只有在即将死亡的时候才能明白，原来我们此生的任务根本不是买房买车，也不是及时行乐，这些都是欲望，不是真相。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我们，本质和一个蚂蚁、一只蜜蜂没有任何区别。蚂蚁忙着搬运，蜜蜂忙着采蜜，而我们追逐名利，到头来大家都是一场空。但我们比他们更可悲的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却依然还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功名利禄终将变为尘土，恩怨情仇也终将随风飘散。那些让你骄傲或自卑的成就，也根本没人会在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成功模板，而是为了找回本自具足的清净本性。当你放下比较，停止追逐，反而能遇见最真实的自己。看看我们每天的生活，清晨被闹钟惊醒，挤着地铁赶去公司，对着电脑屏幕一坐就是一整天，用健康换取了一点微薄的薪水。我们总说等赚够钱就享受生活，可生命就在这样的等待中悄然流逝。佛陀说人生有8苦，最苦的就是求不得苦。我们永远在追求下一个目标，买了小房子想换大房子，有了代步车想换豪车，升了职还想再往上爬，甚至当了皇上还想成仙。这个欲望的漩涡永远没有尽头。你有多久没注意过，路边野花绽放的美丽，清晨阳光透过树叶的斑驳，家人等你回家时温暖的笑容，这些才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希望你能明白，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账户的数字，而是内心的知足与安宁。当我们停止向外攀援，才能发现内心本自具足的圆满智慧。对呀，所以
因为可能是抠错的这个另外一个档案才对，因为或许有一个影片很有意思，很有那个在这个。 我们音控前显可以帮忙一下吗？不好意思，或许这个题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前面的第一个，这个档案是或许有在变更改过一次哦，因为或许都每次去哪一个地方讲过之后，会有另外一个好的，就会再去改呀，所以有时候或许会再改一下哈，应该。 因为或许有在变更改过，这里面没有影片，没有那一个的影片。好，没关系，可以从这边开吗？会使为这边开吗？可以吗？浅显慈悲哈，在外面那一个圆满。 这个是在偷里面的，可以这样。